9號得頂多3、4名。得心之語啦。呢啲神仙都冇辦法啦嚇，即係安可咁一唔掂就窩可。呢隻其實夜嚟啊特別好嘅，但係而家夜嚟都唔係好啦，即係隻南區旺咁咯。咁你話轉咗日嚟好啲，好過夜嚟，咁但係唔係啊？之前跑個日嚟又唔好啊，即係斷咗纜啦。美麗考反而近過嘅，嗰次佢第4，當然嗰次係內碟賺嘅，最冷係佢添。OK， 分就有呢啲話唔話得咧，4重彩嗰啲。周節目咧有可能會有。OK， 臨場最後一刻揀咗隻9號，同頭先嗰隻係同主馬嚟嘅喎，都係皮草，都係皮草等嘅。OK， 哇！而家19倍。OK， 拖翻啲熱門啦，3號、3號、1號、7號、7號嚇。OK， 11號。其實減分減多㗎啦，呢隻馬減到季初減到而家減成20分。OK， 咁落到3班底，咩輕磅排好檔。之前有2場都跑得比較好啲嘅，近咗㗎啦，輸嗰2個馬位，2個馬位。OK， 睇下今日跑成點。OK， 狗仔都係冇飛，15倍，又係排2檔，又係阿蔡，又係田泰安。OK， 睇下點跑，呢隻馬都係跟前嘅。OK， 好啦，同主嘅紫衫紅帽2碟。OK， 而家就喺內欄嗰隻狗啦。OK， 睇下跑成點，前面俾人哋放下先啦，又係好似頭先咁樣，跟住放頭馬，睇下追唔追得到。OK， 咬住內欄。紅帽紫衫 ，OK， 而家喺內欄，有個位喎，追下，越追越近 ，OK， 就係放頭嗰幾隻，睇下內欄穿唔穿得到，3號、9號、3號、9號又係鬥啊，鬥大熱門，睇下鬥唔鬥到，又鬥贏啊 ，OK， 93中 Q 93 11 ，OK， 應該拖埋。得心之語，好嘢。咦，但係個墮馬喎，係啊，一起步已經，點解冇咗個騎師嘅？Okay。勁先生頭先臨場就係話呢啲咧點都係翻嚟入嚟，佢個第4就有價值，但係估唔到隻得心之語咁犀利啦。係啊，9號、3號。又係阿蔡，又係田泰安，又係2檔，又係鄧生，第2 win。最後到成15倍啊！哇！你睇到。真係有啲料到。一翻嚟，嗰邊都有喎。係咯。直接講以為個機會啊，咦彈咗出嚟啦。OK， 馬主又係皮草等，又係阿蔡，又係田泰安，點到你唔服啊 ？OK， 好啊，睇下個 win 贏幾多錢先。OK， 好啦，唔知喎，熱門拖 Q。OK。啊 ，OK。嘅得心之語啊。OK， 第2 win 啊，阿蔡，好在都中咗10萬，大條 Q 咧拖埋9號膽拖3、11 ，OK， 全部拖到㗎啦，1號就退出咗。OK， 好，連中2場阿蔡，連都係田泰安泥地 ，OK。